微笑讲客语，咪咪说讲客家。Hello， 大家好，我是徐薇寻长，徐薇老师要来教大家讲客家话喽，咪咪说讲客家。在我们生活当中啊，随手拿来的饮料有好多种了 ，tea, coffee or juice， 茶、咖啡还是果汁 ？What would you like to drink？ 你想喝什么呢？你想要淋一系列马盖么？你想喝点什么呢？你想要淋一系列马盖么？抢本来一杯茶，请给我一杯茶 ，tea please。我们说到茶的种类呢，使我想起在新竹的峨眉啦、北埔啦、衡山啦这一带的茶区产的一种拍后乌龙茶。拍后乌龙茶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我们一般说的碰逢茶。碰逢茶，我们先来学乌龙茶的客家话怎么说呢？来跟我念一次哦，全家一起来，乌龙茶。乌龙茶，对，这是乌龙茶。那么另外还有一种啊，有一点点那种该怎么说发霉的味道的，那种发霉味的客家话怎么说呢？叫做粗普咪，粗普咪，粗普就是有点发霉的味道。那个呢是普洱茶，普洱茶，普洱茶就是普洱茶。所以下次如果你喝的茶你觉得有发霉味的话呢，你就可以说，呀茶生了粗普呢，这个茶吃起来粗普，有一点霉味。那么什么是碰逢茶呢？其实啊是说这个茶叶在收成前呢，都要先被那个虫啊给它咬过，这样子茶叶呢就会产生了化学变化，那么就会成为了一种带有蓬桶咪的茶。蓬桶，什么是蓬桶？记得这里的蓬桶不是 sugar， 是 honey， 是蜂蜜。不过英文的 sugar 跟 honey 都可以拿来指亲爱的。好了，就是因为这种茶风味很独特，据说100年前来台做茶生意的英国商人特别把这个茶带回去献给英国的女皇哦。女皇呢极为赞叹，给她取了一个雅号，叫做东方美人茶，东方迷你茶。OK， 我们今天来复习一下学的东西咯。乌龙茶怎么说来？念一次，乌龙茶，乌龙茶，碰逢茶，碰逢茶。周你的碰逢哦，碰逢就是吹牛的意思。安之 say 哦，张伟了，再见。行政院客家委员会策划。